今日做一款唔使綁、零失敗、唔加鮮忌廉仲好低卡嘅鮮奶凍。我平時多數用魚膠粉嚟整奶凍，因為喺超市就可以買到羅嘟嘟嘅魚膠粉，一盒可以整到好多杯，非常方便。不過有觀眾問魚膠片又點樣整呢？其實一樣好簡單。今集就嚟個魚膠片嘅版本，而且係唔使量份量㗎，所以先話連綁都唔使，真正適合懶人嘅甜品。如果想睇文字版嘅食譜，可以跳到片尾前10秒。咁我哋就開始整。魚膠片有唔同嘅重量，有2.5g、5g、10g 一片嘅，睇返自己買嘅係邊一款。我用一盒250ml 嘅奶去做嘅話呢，需要5g 嘅魚膠片。正常魚膠片呢，要用室溫水或者凍水浸軟先，再放入煲裏面加熱。我就直接將魚膠片放喺個煲裏面，倒半盒嘅牛奶，唔使太準嘅，但係盡量要冚過魚膠片，用牛奶嚟浸軟佢。浸唔到嘅位置呢，都要壓入去牛奶裏面。我大概浸咗3分零鐘。稍微變軟之後，加入2.5茶匙嘅糖，甜度可以根據個人口味調節。再加超少量嘅鹽，因為冇加到鮮忌廉啦，會冇傳統嘅做法咁濃厚。加少少咁多鹽呢，可以輕微提升嘅層次同風味。開細火煮1分半鐘，期間要不停咁樣攪佢。見到牛奶冇煙或者夠鐘呢，就可以熄火，繼續撈到魚膠片完全溶晒。魚膠片有個好處就係唔容易結塊。好啦，溶咗之後，將剩低嘅牛奶都加埋入煲裏面，咁就會瞬間降溫。再倒返入容器裏面。其實一般呢，我會過篩嘅，可以篩走啲泡泡，同埋確保冇少結塊。但係今集嘅宗旨呢，係希望小工具，新手又好，所以就慳咗呢一步啦。表面有泡沫嘅話，可以用細匙羹滗走。包好，放入雪櫃雪4個鐘或以上，完成啦！睇落就好光滑，口感都真係非常嫩滑，淡淡奶香味，甜度適中，係好冇負擔但又令人好開心嘅一款甜品。配上鍾意嘅水果就更加豐富滿足。如果你追求濃厚嘅奶香味，可以睇下跟住落嚟有加到鮮忌廉嘅經典奶凍。將2茶匙嘅砂糖、3g 嘅魚膠粉加入煲裏面，稍微撈勻佢，再倒入牛奶撈勻。魚膠粉都吸滿晒牛奶之後，開細火加熱1分15秒，期間要一邊攪拌。熄火之後用餘溫。繼續撈到魚膠粉溶晒，呢個時候我哋加入50ml嘅鮮忌廉，過篩2次，倒入容器裏面。如果邊邊有泡泡，要用匙羹滗走或者整爆佢。然後包好放入雪櫃，雪5個鐘或以上，就完成啦！加咗鮮忌廉，奶味更加濃郁，真係好有出面賣嘅風味，甜到微甜，十分好食。夏日炎炎，除咗想食甜品之外，應該都會想飲返杯冰涼清爽嘅飲品。我再嚟分享2款極好飲嘅牛奶咖啡特飲，分別係山椰拿鐵同埋海鹽摩卡。呢一杯嘅容量係280ml嘅。
喺杯度加入2g嘅無糖即溶咖啡粉、1.5茶匙嘅砂糖、1/20茶匙嘅鹽，超少嘅。倒入50ml嘅熱水，撈勻佢。加6粒嘅冰，再倒各50ml嘅椰漿同牛奶，就完成啦。2分鐘就搞掂嘅飲品，賣相仲幾靚添。椰漿同牛奶平衡得啱啱好，冰冰涼涼，充滿椰香味，消暑解渴，而且仲提神。難怪最近咁多人鍾意飲。準備一個杯，容量係280ml嘅，喺杯度加入以上嘅材料。用電動打蛋器打到起身，起身之後加入1茶匙可可粉同極少量嘅鹽，稍微再打幾秒，睇唔到可可粉呢，就可以收手，慢慢倒滿牛奶。就完成啦！我鍾意唔撈咁去飲，飲落嘅層次會更加豐富，入口會先聞到朱古力同咖啡嘅香味，表層有啲泡沫嘅口感，而牛奶好絲滑，偶爾會飲到鹽嘅鹹味，整體非常好飲，一杯到底就做好，好簡單，但又好靚，好特別。多謝你睇到最尾啊！希望今集對你有幫助。想睇更多簡易特飲食譜，可以撳右上角嘅播放清單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。